2001年，台湾成立头一个女子棒球队木棉花，到达已经20年啊。台湾女子棒球运动推广协会就拍一部纪录片，记录木棉花球队甲女子棒球发展的故事。女性拍棒球，即阵已经正做史上的画面。不过30年前，女性敢若会当伫电视机头前看人比赛。2001年，台湾头一个女子棒球队木棉花成立，开启女子棒球发展的路。即阵也透过纪录片讲出女子棒球的故事。5、6、7、8。就是我们通常是在讲一个人物的故事，但是这部片子它完全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是在讲一个事件的故事。所以你在片中可以看到很多，比如说像女孩子，她从来一开始她是不知道自己可以打棒球，到她终于可以打棒球，然后甚至有了梦想这件事情。木棉花球队成立了后，台湾北中南开始串联办比赛，互介意棒球的女性有拍球的机会。台湾拢还未有女子的比赛，咱会使家己来办。第一位台北的个先锋就开始，讲我们来做一个比赛，台北办了，高雄讲无阮也来办，台中阮也来办，后来的比赛就有较愈来愈多。台湾女子棒球运动推广协会表示，这20年来，女子棒球行过kỳ事即期，即阵自信快乐运动，未来会继续推广，和女子棒球开枝散叶。记者杨淑静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